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新北市中和南市角捷运站的附近，有一排这个社区大楼，外观真新，但是这个大楼甲大楼的中，竟然是浪一旁个这个 A 一节，目前等咧施工。原来当地旧透天厝全部拢都经改建，只有这户顶仔户，想讲要讲到更较好的绩效，甲建商一直敲袂拄好，上尾也反悔，想要做伙起的时阵已经袂赴了，只好家己重建，伫个夹旁求生存。看过几排社区大楼，外观看起来真水，因为中有一节，这栋有较矮，大英价要伫施工，原来是地主甲建商敲几下摆拢敲袂拄好，后来才反悔家己重建。那因为我们提出来的条件，地主没有同意，他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条件。那经过几次的协商之后，因为时间上也拖得比较长，那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往前走。他的这一块土地剔除之后，我们就独自申请了建。这个社区伫新北市中和南市角捷运站附近，其他人已经为透天厝改建成坪数430坪、14楼3栋的建筑物，公设比差不多是34%到36%，陆续伫高厝。不过这户敢会使家己起，差不多23坪5层楼啊悬。为了符合法规，看这个办事，唔那1楼要变停车位，2楼到5楼嘛，只能各规划一间差不多10坪的套房，公设比差不多是45%。实际到现场查看，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就像在夹缝中进行施工工程，也因为狭窄的空间，让工程变得更加困难。建商讲，这个顶仔户若是采用合建的方案，唔免付营造成本，就使换到8坪，因过家己重建，家己要负担营建的成本，一坪上无爱30万。对于建商来说，确实基地大，无论是成本上面或规划上面来说，都会有比较多的弹性。如果说基地面积相对比较小，它会受限在基地面积的一个先天限制。房地产的专家建议讲，乡亲啊，拄到类似的情形，上好是合建，以免最后真正互人业掉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